妖怪！别怕！妖怪！不是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你，老板，我怎么了？你身上斑斑块块，头顶奇形怪状，与人类不同，你是妖怪？不，我不是妖怪，我跟老板一样，也是人呐。不，你不是人，是妖怪！哎呀，老板，我真的不是妖怪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妖怪啊！哎，肯定是妖怪啊！妖怪长得多可怕！今天的亮星星的是什么呀？你还长上了羽毛了，是妖怪啊！太可怕了！就是他！哎，怎么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石敢当。哪里人士？我只记得我是从泰山顶上的一块石头里面出来的。的确是长在身上的，这厮一定是个妖邪之辈。先将他拿到衙门再说。走，走，我不是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快起来！对不起，没摔疼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你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都说了，我是从石头里面出来的，何人大胆，竟敢袭击宫门鼓励？大人就是他，此人定是妖魔。给我拿下！是。你听我说呀！敢当！你是哪里精怪，何方妖邪，竟敢欺压良善，为祸人间？小民乃泰山巨石所生，虽非人类，却绝对不是妖邪，更不曾欺压良善，求大人明察。大胆！你赤身露体在街上行走，恐吓卖豆腐的老板，还殴打公差，难道不是欺压良善？大人。石敢当已经有数日未曾吃饭，实在饿极了，这才管卖炸豆腐的老板讨要食物，并不曾恐吓他。至于二位差官老爷，小的更是冤枉了。二位老爷突然上来就要抓小的，小的一着急就挣扎了一下，不知为何，二位老爷就突然飞起来了。小人实在不是有意的，还求推官大人明察。你是泰山巨石所生？正是。此子果然是天生地长，你看他前胸的鸣石和后背的羽毛都是生长在肉里，绝不会有假，真是令人啧啧称奇呀。
下，陛下，什么事？慌里慌张的。开封府推官董森送来了一个天产异人。艺人？什么艺人？据董森讲，此人乃泰山绝顶90巨石所生，额头嵌有一只金翅和4颗月牙石，前胸生满6棱明石，后背还长满了羽毛。陛下，啊，有这种人？正是。现在何处？就在炼丹房中。老师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带路。这。陛下，陈董森恭迎圣驾。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董爱卿，那天产石经现在何处啊？就在囚笼之中，请陛下观看。状似人形，然额头异象，胸前背后覆盖金石毛羽，果然是个天生的异人。董爱卿，你献此精灵，深获朕心，朕必有重赏。谢陛下天恩。这石经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它叫石敢当。名字倒是响亮的很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哦，上师，这是何意啊？陛下，刚刚我们还说到所炼长生不老之丹一直不成，一道为何？却是为何？就是缺了这等天生地长的药引子。把石敢当带进来。是。有请圣上。上师平身。上师，这就开始吗？请陛下在一旁观看。大胆妖怪，立刻现出原形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不是妖怪，是世人。给我闭嘴！你这妖孽好大胆子，化作人形，为祸人间，而今落入本法师手中，竟还企图说谎脱罪，真是罪该万死！妖邪立即现身！这妖邪好高强的法术！妖孽，快现身！啊！众弟子一起上！给我现形！现什么形啊？师傅！上师啊，看样子此子不像是妖怪啊。陛下千万不要被他的表象迷惑，此妖法术高强，看来光是普通法术难以将他现其原形。来人呐，在！将此妖塞入炼丹炉中，点燃炉火，团炼于他。是。怎么，上师你要将活人放入火中，活活烧死啊？这等妖孽不是重法难以制服，陛下且歇息片刻，片刻之后就要他现出原形。妖孽，这回你还不死？上师啊，如此锻炼活人，朕于心不忍啊。陛下的心地太善良了，这石经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万年的妖孽。请陛下在偏殿歇息片刻，一会儿便有分晓。哎呀！陛下可知，精怪者乃五界之灵，
受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，经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修炼，方能化成人身。这种机会，万年难遇。不要说它团炼成灰放入金丹，就是直接食用，说不定也能够长生不老。直接食用？上师的意思是说吃人？臣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石敢当不过是巨石化成的妖精，并不是人。启奏陛下，师傅，2个时辰已到。石敢当的事怎么样了？刚刚弟子透过气门向炉内望去，那石敢当已不见了踪迹，像是已经蝶化成灰。徒弟们，将石经的灰烬取出。是。他没死还活着！哎呦，他怎么没死啊？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该走了。来人，别让他跑了，给我抓住他，抓住他！给我绑起来！干什么？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来人，将这石经推到天台，砍下头颅，再将头颅尸体抬回来，放入炼丹炉中团炼。是。不要！不要啊！行！苍天呐！石敢当有何罪孽，竟遭如此虐待？拿命来！上仙饶命！上仙饶命！上仙，这无心谗言，惊动了上仙，求上仙恕罪！求上仙恕罪！求上仙恕罪！二老爷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天界已经寻遍泰山以东，没有发现圣九婴、巨蝎三妖的踪迹。几天前在泰山后岭，那股强劲的白光消失后，便再没有出现过。这说明了什么？难道说这三怪离开了这里，没有在这里活动？那股元力之强大，令我惕然心惊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那究竟是不是蜃、九婴和巨蝎三怪的元神？二老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尊所见，三界内的精怪妖邪无数，其中以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元力最为高强。然那也就是与我旗鼓相当而已。可是我们在泰山所见的那股元力之强，却远远超过了我。这才是我最担心的。立刻下令，天剑掉头向西巡查，一定要找到这股元力的所在。是。这可真是怪了，这九道梁上啥时候起了这座中院啊？前天啊，我翻过这九道梁，上山打猎，这梁上还什么都没有呢，怎么短短2天时间，便盖起了这么大一座庄的？真是奇了怪了。我听老人说啊，神仙点化了庄院，赐人长生不老的故事。这庄院来得如此突兀，
莫非便是神仙点化不成？这事儿啊！神仙上咱们这儿来干嘛？哎，赐给咱们长生不老啊！真是那样，那可太好了！走，看谁来真是太好。声音都没有，太瘆人了。咱们出去吧。是。哎，这可是求长生的好机会，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呢？走。哎，快看呐，里面肯定有人，我们进去看看，好不好啊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走。怎么回事？这哪来的黑雾啊？也许是神仙要来了。我看是你不对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将这匹羊男押入洞中。是。沈兄，自从我们点化了这座首阳山庄后，当地村民已有数十人落入沟中。今天这批又都是小伙子，前后加起来所获之羊男已有近100人了。与魁罡法祖所需之999之数差得还远。不光如此，还有差余999以及童男女各999，这3000之数尚无下落。鸡了，一箭射在树上了。明明看着一只野鸡落在树枝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你说怎么没了？那野鸡是落在树枝上，可是你这一箭，你看，一箭射在树干上了，能不把野鸡吓跑了吗？我说哥哥，您这箭法也太差了吧！往常指哪儿打哪儿，今天怎么不灵了呀？得了吧，你就会吹牛，你是打哪儿指哪儿。哎呀，行了，好妹妹，没有哥哥这3脚猫功夫，你就挨饿去吧你。我平时啊，采点蘑菇，挖根竹笋就能填饱肚子，就你天天嚷嚷着要吃肉。好啦，少打点动物，多积点德。行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哎呀，又得吃素了。什么？哎呦，是个人呐！来人呐！救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真是个活该的！这空山里哪有别人呢？也是哈。好像是个死人呐。你看他，哎呦，你看看他还活没活着？哎呦，好像是死了。死了。真可怜。这个家伙浑身烟熏火燎，好像是被烧死的。烧死的？哎呀！哎呀！诈尸了！什么诈尸啊？根本就没死。没死啊？这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云雾山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会倒在这里？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
怎么了？你别害怕，我们是山中的猎户。我叫朱玉莲，他叫朱半基，是我的哥哥。你伤得很重，看样子像是被烟熏火烧的。我家就在附近，有治烧伤的草药，你到我家里去吧。我和我哥给你治伤。啊！让他去咱们家干什么？怎么见死不救啊？不是，这是只是什么啊？哎，行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别害怕，我们只是想帮你治伤，你明白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呦，瞧你那德行，一个破名字有那么金贵吗？都成了精了，这人家本来都要说话了，又让你给吓回去了。哎呦，怎么又赖我身上了？哎，我瞧着他大半是个哑巴。我不是哑巴。你终于说话了。我叫石敢当。石敢当？这名字有意思。那你愿意到我家去治伤吗？嘿，让他到咱们家治伤，他还不乐意，真没见过这种。你少说两句吧，他还没有完全缓过来呢。来，帮我把他扶起来。哎！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不会伤害你的。来。小心。这是我的衣裳，你先凑合着穿吧。衣裳啊，衣裳。哎，你不会告诉我，连衣裳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？哎呦，你还真不知道啊！你，哎呦，这些羽毛和石头都是长在你身上的啊？啊？你不是人，你是个妖精啊！哎呀，快来呀，玉莲，这家伙不是人呐！你喊什么呀你？你看，这些羽毛和石头都是他身上长出来的呀，人的身上哪有长这种东西的呀？啊，哎，你看他额头。哎，行了，闭嘴吧你！我早就看到了，还用你说？来，这是专门治疗烧伤的草药，你喝了吧。你倒大气，对妖精还这么好啊！万一哪天他把咱们吃了怎么办啊？哥，我看他不像坏人。你看，你妖精能看出来的吗？啊，你别看这个家伙呆头呆脑的样子，不定哪天发起飙来，咱们兄妹俩这个小身板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。啊，我不是妖精。不是妖精，那你身上这乱七八糟的是什么呀？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吓着他了。你别害怕，我哥就这样，整天使劲打怪的，其实心地最善良了。哦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些怪东西？我是泰山顶上9灵石所生，一生下来我身上就带着这些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。你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？啊，是啊。我说他是妖精吗？就你聪明，闭嘴吧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不是你，我虽然是灵石所生，但身体发肤跟人是一样的呀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能接受我，管我叫妖精，要杀死我呢？难道就是因为我的胸前后背长有羽毛和透明石？你的外表
我想，也许是让他们感到害怕了，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对你。我从没坑过人、害过人呢，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我死呢？我刚出生的那天碰到3个人，见到我的面，刚说了2句话，就拔出了宝剑刺进我的胸膛。我逃进一个村庄，被烧柴的妇女看到，叫来了村里的人，二话不说，棍棒齐下，差点把我给打死。后来我跑到城里，只是问摆豆腐摊的老板要了块炸豆腐，被当作妖怪抓进衙门，又被送进宫中。宫中的术士说我是万年石精，把我炼成灰，吃下去就能够长生不老，便将我塞进了炼丹炉，煅烧了几个时辰，发现我没死，又把我推出去要砍头。真可怜，可恨那些没有人心的畜生，竟然这么对待一个与他们无冤无仇的老实人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哎呀，就他这身怪东西，谁看见都得拿他当妖怪。你还说，你这个样子在外面游荡，也难怪别人看到会害怕。从今以后，你穿上我哥的衣裳，和我们在一起，看看谁还敢欺负你。谢谢你啊。行了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往常这屋里就我兄妹2人砍柴打猎，现在又添了一个，热闹多了。又添了张吃饭的腿。就你话多。哦，还挺结实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在这儿可不能吃闲饭，你得帮我干活。啊，干得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啥活都干。享清福啊！他劲儿大，他不干谁干？你不干就别吃饭。敢当，吃饭了。啊，马上，等我把这麦子磨完了啊。敢当，见皮见脸的，哪像个大兵？讨厌呢你！敢当，快来吧，再不吃啊，饭菜就凉了。哎，好。走。不让我吃饭，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凭什么不让我吃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你等等啊！哎，你慢点行不行啊？哎，跟不上。哎呀！哎，慢一点啊，跟不上了啊！哎，有了石敢当啊，咱们柴打的是平常的10几倍呀。往常卖柴也就赚个20来文，这次啊居然卖了300文，哎，咱们可发财了。就是。哎，好妹妹，来，你先买着吧，哥给你买。力气是人家敢当卖的，好人就要你来做。要买也要敢当给我买。你这孩子，好，他给你买。哎，
喜欢这个颜色吗？我不要，这不是要给你买的吗？别理他，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，又脏又破的。买了货，我回去给你做去。我说好妹妹，你怎么不给我做一件呀？哼，半个月前才给你做的2件褂子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有了情郎忘了老娘啊！哎，这你说什么？哎，嘿嘿嘿，没说什么。老板，扯4尺布。哎，好嘞。要给情郎扯布做衣裳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嘿，这小妞儿嘴还挺厉害，知道衙内我是谁？你爱是谁是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听好了，我爹叫李刚，是开封府的捕快头，这条街上，本衙内我说了算。哼，老板，多少钱？8文钱。哎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给钱？你要干什么？不买了，老板，走。哎，哎，这来他们这干什么呀？别害怕，有我呢。都干什么？这样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他哥哥。哦，哎呦，原来是大舅哥呀！谁是你大舅哥？啊！瞧你那该死短命的德行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赶快让路，要不然小心老子揍扁你们！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上你妹，这事儿将这美人送到我府上，老老实实做我大舅哥，吃香的喝辣，快快活活过一辈子。要是不知好歹，今儿个就让你们知道厉害。我不服，小子，你有种，你等着爷！老子等着你！哎呦！嘿嘿嘿，杨妹妹，这会儿知道哥厉害了吧？这还像个做哥哥的。哎，我说老石啊，你那么大力气，几百斤的草垛磨盘一拿就起，啊，到了关键的时候松头日脑的，眼瞧着别人欺负玉莲，你旁边站着都不管。哎呀哥，他胆子本来就小，你就别说他了，也不怪他。行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关键时刻还得靠亲哥哥吧？啊，走，找地方吃饭去。哎，几位！哎呀，刚才那个李衙内可不是好惹的。他爹李刚在开封府任职，人脉广，势力大，在那镇上是一霸呀。你们打了他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回来。我劝几位还是赶快离开吧。谢谢大哥，哥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怕他什么一霸？啊，有哥哥在此，看他能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走，下馆子去。哥，还是，哎呀，终于吃到肉了。哎，敢当，你吃饱了吗？玉莲，对不起，我胆子太小了，也没法保好了，护你。别说了，我没怪你。哎呦，酸死我了，我浑身直发冷。不好，这个衙内，叫你早走吧，就知道吹牛。就是他们，这么多人啊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你这个扎着小辫子的王八蛋，敢打老子！今天老子就要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！弟兄们，给我杀！干什么？厉害！
给他们抢走了。什么？你是死人呐你啊！你为什么不保护他？我没有。哎呦，你是简直是个废物！他们抢哪儿去了？你看见了吗？好像是往那边去了。你现在就跟我去救玉莲，要是救不出他，我扒了你的皮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老板，来了。李安奶奶家在哪儿？客人，别怪我多嘴啊，人抢走就抢走了。您若是敢跑去讨要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你奶奶的，那是我妹妹，我转进就是死了，也要救出玉莲来。你不听我劝告，肯定要吃大亏呀！你说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这就给你一拳！别动粗，别动粗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李阿内的家就在镇外，出东门向东5里就到了。朱玉莲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罚酒。我倒想看看你的罚酒是什么样子。你谁呀？送酒的，进来。公子爷，请喝酒。呸！这他妈什么酒？公子爷，这是小人撒的尿。好，朱万金，是你！来呀！朱万金！哎，怎么了，少爷？是朱万金，我追呀！快！朱万金！敢当是你？你们快来！走！快进！快呀！我真不该相信是真的，我真不该相信真的呀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是真的，我就是化作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过了这片香樟林就到家了。真险啊，差点落到那个恶棍手里。敢当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哎，你还谢他？要不是你哥哥我，他敢去吗？哼，到了李衙内后堂门前，他还张罗着要走呢。都是你惹的祸，还好意思赖人家敢当？你说什么？我惹的祸？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气糊涂了吧？本来嘛，第一次打跑了李衙内，我和敢当都说要走。那位布摊的掌柜也劝我们赶快离开，可你偏偏要逞能，说什么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自己多厉害，还要下馆子吃饭。最后怎么样？哼，不但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差点连我也回不来了。你说敢当胆子小，可刚刚冲进后堂救我的就是他，还带我跳出那么高的院墙。敢当，谢谢你，你真了不起。玉莲，半斤说的对，我中庸，我胆子小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我没有怪你啊，相反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带我逃出李衙那家，和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好了，敢当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走。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！我这忙活了半天，合着是费力不讨好。要不是我妹妹，
管你才怪呢！哎，等等我呀！我养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10几个人，让2个小子跑到我的府里来，从我眼皮子底下把美人给抢走了啊！追了一宿，连个毛都没找到。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！公子莫要生气，小人已经派人四处打探这3人的底细，想来很快就会有回报。我要把他们千刀万剐！啊不，我要把那2个男的千刀万剐。那小妞嘛，长得还真是标致，杀了她，本公子还真有些舍不得。小长相，必须把他们给我找出来。这事办不好，咱们就不用再开兵这婚了。公子放心，公子，找到了！找到什么了？那2男1女的下落啊！真的啊！集市上有人认得他们，这3个人是云雾山中的猎户，就住在山中的2郎凹中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立刻召集人手，杀进云雾山。是。哥，敢当呢？外边磨盘上坐着呢。坐着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，傻愣愣的望着山下发呆。你没叫他吃饭啊？我叫了，他说他不饿。哎呦，不知又动了哪根呆筋了。我去看看。好吃。敢当，想什么呢？怎么不吃饭啊？我不饿。告诉我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你说我怎么那么胆小，那么没用呢？老天生下我，究竟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从出生那天起便受人迫害，所以心中对人类非常惧怕，而你的内心又非常善良。虽然具有非凡的力量和能力，却宁愿自己受伤害，也不愿意去伤害那些欺负你的人。我说的对吗？敢当，善待他人是对的，却不能善恶不分。对好人，当然要以善报善，可对坏人，如果一味的以德报怨，早晚有一天会自尝恶果。就像东郭先生。啊？东郭先生是谁啊？东郭先生是个大好人，从来不愿意伤害任何人，就像你一样。有一天，他救了一只快要冻死的狼，可是狼却要吃他。这狼真是岂有此理！啊，别人救了他的性命，他反而要恩将仇报。这世上恩将仇报的人有很多，因此不能做烂好人。烂好人？哎，啊对了，后来东郭先生他怎么样了？东郭先生被人救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玉莲，那看起来我就是像东郭先生那样的烂好人啊。你呀，你比东郭先生还好。人家东郭先生打不过饿狼，可你明明打得过，却不愿意打。敢当，走吧，咱们进屋吃饭去。走吧。好。
长，记住啊，杀男人抢女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走走。马金，快起来！快去做浴帘呐，干长！石干长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呐？我妹妹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何这次不救啊你？你还是人吗？弟兄们，我宰了这俩王八蛋，在这里伤痕埋地。自己命苦吧，弟兄们，给我宰了吧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，给我宰了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！裤子，裤子，给我上，给我宰了他！上！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畜生！啊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再来呀，来呀！这个贪淫好色的恶霸，祸害百姓的畜生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竟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之事，真是枉披一张人皮！你个王八蛋！啊！你再说呀？你不是李刚的儿子吗？啊！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！你还敢扒着我妹妹？啊！你还敢祸害老百姓吗？啊！你敢不敢再来啊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小的真不敢了！我重新做人，我今后一定重新做人！王八蛋你！哥，算不算了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只要他答应不再祸害百姓，不再欺负咱们，就放他走吧。王八蛋！啊！臭猪！还不快滚！是，快走！快走！哎呀！哎呀！哥！好了，干大，你终于明白我说的话了。是，我不想做东郭先生。这还像个人？算你没白吃饭。哥，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？变什么味儿了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变得那么不中听，那么讨厌。哎，不碍事的，半句说话就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你呀，就是脾气太好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向着他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他。哎呀，讨厌啊，哥！你傻笑什么？啊，我笑又不碍你的事儿。你现在学咋办呢？我们杀不了他，就去找别人。只要能杀了他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
公子爷，我倒想起一个人，兴许能收拾得了这家伙。哦，是谁？不知公子爷听说过没有？云雾山庄有个妖精，据传说是豹子成精。当然听说过，混名叫做豹头怪。如果许以重金血石，能够请他出头，也许能干掉那个王八蛋。太好了，就这么办。说的容易，像豹头怪这种妖精，势必藏匿于深山绝岭之中。我等又不知道他的洞穴所在，如何才能找到他呀？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。明日我等多备猪牛3升及各种血石，命人抬到云雾山巅的莲花峰上，举凡妖怪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都能够闻到血石的味道。这豹头怪必定会前来享受供奉。到那时，你我现身，说动他出头施法，对付那个王八蛋。招啊！这实在是条妙计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准备。再来一杯。是。大王怎么了？血石的味道。不错，定是有人献祭。你们在此等候，待大王取来祭品，与尔等共享。谢谢大王。怎么还不来？就快来了，就快来了。猪牛3升，各样血石，乃是满计。怪哉，是何人如此破费，献此满计？大王，大王，此计乃小可所献。大胆小子，竟敢偷窥本大王！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！来！我爱人在此时有要事求见大王，绝不敢到此偷窥。公子，没事吧？你二人有何要事，有面见本大王？小可二人久闻大王英明，有要事请求大王，这才备好祭品，在此专等大王驾临啊！这些祭品是你们备下的？是，请大王笑纳。尔等有何要事请求于我呀？小可乃开平镇的乡绅，本家姓李，因云雾山2郎坳中有一朱姓猎户与小可结有冤仇，因此想请大王出头，替小可报仇雪恨呐。好，小可知道，云雾山乃大王修身养性之地，这山里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兽，都是大王的臣民，因此小可才特意来此请求大王。说得好。小可已经备好重金谢仪，就请大王过目。来，大王，这些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要重谢。公子要如何报仇雪恨，方能称意？这朱家呀，共有3人，2男1女。小可看上了那个女子，大王只要杀了那2个男的，将那女子交与小可便是。如此而已。
如此而已。也罢，本大王就随了你这个心愿。啊！多谢大王，使得之后小可还有重礼相接。是。敖德山寨在不老峰上的连环洞内，2天后的寅时，请你到洞中静候佳音。多谢大王。姓朱的，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敢当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的时候啊，就爱看这些星星，到现在也没有厌烦。我觉得它们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了。我总觉得那儿才是我的家。你的家在星星上面？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间。那你属于哪里？你是神仙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降生在这个世间了。你有很多地方都和我们这些凡人不一样，比如你力大无穷，浑身长满了这么多的毛羽和透明的石块。干当，也许你真的是神仙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神仙会像我这么没用吗？你怎么没用了？这次若不是你，我和我哥早就遭了李衙内的毒手了。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下子就来了勇气。可能是因为啊，可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把你抢走啊！我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玉莲，你是唯一真正关心爱护我的人。从我见到你，才慢慢觉得这世上不光只有坏人，还有像你一样善良的好人。好人？我在你眼里只是好人啊！不，你比好人还好。你对我，除了认为我是好人，对你好，想要报恩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难道这还不够啊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，要下雨了。这乌云来的煞是奇怪，怎么就停在我们的头顶上啊？小心！是妖怪吗？妖怪！朱家小辈，见了本大王还不下跪？你是何人啊？可笑你这无知小辈，连本大王是谁也不知道。竟还敢在这云雾山中居住！啊！你是抱头怪！对，大胆女子，竟敢称本大王为怪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不叫你抱头怪，叫你什么？当然要叫大王了。你，小妹，别跟他犟嘴，惹怒了他，拿咱们当点心店罢了。你深夜闯入我家，想要干什么？有人请本大王出头，替他报仇，杀死朱家的2个男人，将女子夺来交付于他。是李衙内吧？一点不错。哼，这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想不到连妖精都被有钱人收买了。你，识相的立刻跪地受缚，随本大王回归仙府。
否则顷刻之间便有尔等化为齑粉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哪也不会去。如果你想用枪，我们……你们想怎么样啊？如果你用枪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敢当，说得好，跟你们拼了！不知好歹的山野小民，不知本大王的厉害。小子们，把这3人给我拿下！好小子，好大的力气！这等小小竟敢与本大王放对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将这2人带回仙府，放火将此处烧为平地！放开！满金，玉莲，满金，玉莲。为什么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的活着？为什么还要把疼爱我的人全部都给夺走？既然你不让我好好的活在人间，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为什么？是我没用，保护不了他们，我没用，我该死啊！